赶紧来关心这件花城案件，北检伫咧暗头时阵，已经针对着郭文德无保请回部分提出控告。另外，防裁定羁押的潘金星，伊的律师呢，也赶伫咧下晡5点提出控告，强调讲这潘金星毋捌多次计划和用这律相关的法令，讲伊的专业是土木工程，认为无羁押必要性。 前台北市副市长潘金星假日经花城用这案，防指控贪污治罪条例、受贿道理等重罪，防羁押，检方查查搁提审潘金星厘清案情，辩护律师团查查下到地总，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出控告。 律师团强调，无羁押潘金星的必要性，针对北院裁定潘金星羁押理由，包括潘金星是都委会会议主席、搬演顶站角色、涉犯道理收钱等罪，加上关键共犯都委会执行秘书肖秀培，迄当时无伫国内烦恼有高产之路。律师团比较民众党主席郭文德，主张潘金星无熟悉多次计划专家，无主导技术强行通过违法的决议。 其实从我们过去从彭副市长的经历可以知道，说他主要应该是工程相关的专业啦。那我想这个和都市计划应该是有相当的差距，这样子。军训有没有做什么准备？会觉得很冤枉吗？姚秀培防这期是金华社案的关键人物，防以贪污道理罪嫌约谈到案，移送北京候审。强调查查透早下令肖秀培请回，搁限制出境出海加机组。政府澄清，肖秀培请假2礼拜去日本省，并不是畏罪监督，是检点无约谈。 不然你找所有记录，我从来没有参与过啊。另外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初日透早得到无保请回，也替肖秀培讲话，强调一份公文遐尔侪人签字，袂当将责任全部撒给一个人。也佫表示，家己迄当时对金华社用这率达到840%的部分唔知影，佫较针对检调动作，批评民进党加做新党国体制。你们大概现在这种动用全部国家力量，在很认真的研究柯文哲。我也不希望啊，有一天台湾有罪的定义重新改变。 什么叫有罪？你知道？民进党说你有罪，你就有罪。民进党变成新的党国体制啊！北检查查也去台北看守所，就信羁押中的潘金星，甲维京集团主席辛庆京，尾仔北检已经向高院提出控告，也毋过郭文德强调家己清白。到时若北院发挥精彩，羁押定上恐惊会引起公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